咁我哋香港故事咧係以4大主題貫穿成個展覽，10個展區嘅。咁大家亦都好感受到成個展覽嘅氛圍。我哋除咗係一啲單一性展品嘅陳列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好多精心製作，配合咗多媒體嘅展現手法啦、互動嘅展現嘅手法啦，一個沉浸式嘅體驗嘅。咁同以往嗰種單一性或者實景性嘅傳統手法咧，的而且確係有一個突破嘅一個嘅存在香港故事嘅一個嘅手法喺度㗎。咁而另外咧就係話喺我哋成個香港故事展覽裏頭咧，我哋都係挑選咗一啲嘅精選嘅展品或者文物咧，係介紹俾各位市民或者遊客嚟到去欣賞啦。咁首先我哋第一件要介紹咧，喺我哋第一個展區就係多元一體中華文明呢個展區裏邊咧，一開手就係一件好有歷史價值嘅牙璋嚟到去迎接我哋嘅觀眾嘅。咁呢個牙璋有咩重要歷史意義咧？其實咧佢係喺1990年啦，喺南丫島出土嘅一件文物，已經係有3000年嘅歷史嚟嘅。咁其實喺呢一度喺香港呢一個當時比較偏遠嘅臨海嘅地方，能夠出土一件牙璋。其實牙璋係乜嘢呢？係一個代表咗中原文化一個禮器一個器物嚟嘅。咁其實呢一個正正係代表咗喺3000年前，我哋香港同中原文化已經有一個同根同源嘅關係喺度㗎啦。咁除此之外呢，我亦都推介另一組嘅展品。正如頭先所講，我哋唔係再係單一咁樣去睇一件展品或者一件文物，而係成組去睇。點解呢？因為我哋係利用咗一啲嘅多媒體展示嘅手法，以及一個沉浸式嘅方法，係將一啲嘅文物係組合式展示。最大嘅例子咧，就係我哋嘅已經係有100年歷史嘅承濟堂中醫藥局啦，裏邊其實係我哋收翻嚟嘅文物嚟嘅。我哋利用文物去重構翻成個承濟堂呢一個藥局。但係大家亦都留意到，我哋亦都係加入咗好多多媒體嘅展示手法，一啲嘅互動嘅手法，令到文物同一啲嘅多媒體手法咧互相並行，令到成個氣氛咧更加係帶動咗一個動感、一個沉浸式嘅一個欣賞喺裏邊嘅。咁除咗頭先大家睇到1930年代呢個好有意義嘅一個街景之外，有我哋嘅鎮館之寶，就係我哋嘅電車啦，呢個50號嘅電車。咁由舊嘅香港故事一路帶到嚟新嘅香港故事。我諗能夠係掀起好多觀眾一啲嘅回憶㗎。咁除咗呢個街景之外咧，仲有另一個街景，我諗對大家印象都好深刻㗎啦。咁就係呢個1970年代仿霓虹燈嘅一個街景。其實呢一個可以話係香港一個標誌性嘅一個嘅經典嘅場面嚟㗎。咁喺呢條街裏邊，我哋有唔同嘅一啲嘅店鋪啦，包括係攝影樓啊、戲院啊。或者係我哋復刻一個機場嘅大堂啦。咁我諗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呢，都係有唔少嘅一啲嘅集體回憶裏頭嘅。咁另外一提嘅呢，就係我更加要強調就係今次展覽裏邊呢，大家都會留意到呢，係有樓中樓嘅呢一個展示方法。頭先所講1930年代嘅街景嘅旁邊有個唐樓，有冇留意啊？呢個唐樓呢，其實就係喺我哋成個展覽廳裏邊重新係搭建出嚟。佢唔單止係地下裏邊係有承濟堂呢一個藥局啦，有呢一個雜貨鋪啦，有茶樓。其實有時間嘅話，觀眾亦都可以繼續係上去樓上，有啲歌壇啦，有啲海洋俱樂部或者買辦嘅一啲居室，可以俾大家感受一下當陣時一啲嘅歷史故事嘅。咁除此之外咧，另一個樓中樓咧就係喺我哋頭先剛才提到嘅霓虹燈街景嘅旁邊就係一個徙置大廈啦。咁我諗喺徙置大廈呢一個徙置大廈裏邊，我哋咧亦都係重構咗好多當陣時徙置房屋裏邊唔同單位嘅一啲嘅陳設啦、佈置啦。咁我諗好多呢個亦都係我哋喺房屋發展裏邊咧一個好重要一個嘅標誌性嘅一個里程碑。咁呢一個當然到最後啦，咁頭先最後一個部分就係焦點時刻呢個沉浸式嘅節目，亦都係我哋咧係精心打造咗，係將我哋1997年回歸之後，直至到2024年呢段期間裏頭，我哋同祖國好多一啲重大事件裏邊咧，我哋係同悲同喜，互相扶持，發展到我哋今日香港咧係繼續繁榮嘅一個嘅面貌嘅。